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家庭会客室。我们在会客室里呢，为大家预备了一系列的婚前导航这个主题。我们都知道说婚姻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不晓得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准备好了吗？你如果要准备，又是要如何来准备呢？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说，婚前的一个准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自我形象的一个检视。你是不是爱自己？是不是能接纳你自己呢？我们知道说，社会对一个人的一个评价，通常是从他的外貌、从他的外观，看他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或者是说他聪不聪明来评价的。所以，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我们会不知不觉也把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也带到我们的婚姻里面，这对我们的婚姻有极大的一个影响。今天呢，我们要进一步再来看看自我形象这个主题，自我形象对婚姻对我们这个人的一个影响。我们非常高兴今天再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跟冯志梅冯老师，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李哥，我们上次提到说这个自我形象是非常的重要的哈，好吧，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什么是自我形象，然后它对婚姻的影响又是什么呢？对，自我形象的这个常常是因为朋友或者父母对于我们的看法，然后我们把它接受了，成为我个人对我自己的看法。是这种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呢，有时候是正面的，有时候是负面的。是。那我个人在大学2年级前的几乎都是负面的，像我觉得很肮脏啊，我是欧巴 gay 啦，我是李短安啊这些，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受欢迎。是。我是一个活着是一个很封闭的人生。是。一直到大学2年级以后，我信耶稣以后，才完全改变这个看法。就像我看到那个行路了。这个完全改变看法。是，所以呢，这个建立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以后，我会发现我能够享受人际关系，特别在婚姻的里面。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个家庭聚餐，那我们要每一家出一道菜，到这个聚餐的地方。是。那我太太特别呢是要烧一个叫做红烧牛小排。那么他要我就问他说要不要帮忙我看这个炉子，因为他要慢火慢慢烧的。是。所以呢，他说不用，那你去做你的事情好了。所以我就去做我的事情了。可是没想到一段时间以后，我听到我太太大叫说：“哎，不好了，烧焦了！”实际上我是离厨房很近的，他离厨房比较远。是。还那时候还开着冷气啊，关在房间里面跟孩子一起休息。是。那么我就跟着他跑到厨房，一看到果然冒烟了。打开一看呢，这个红烧牛小排。烧焦了，那么这个烧焦以后，他一边看一边看，我也看的时候真的是烧焦，然后他就问我说：“烧焦了难道你不知道？”我说：“我鼻子不灵，你是知道的。”然后他就说：“那你鼻子是干什么用的？”我说：“我的鼻子是摆好看的。”结果2个儿子在旁边哈哈大笑。我说：“这样我的鼻子不灵，但是上帝给我这个鼻子，还让我这个面子啊凹凸有致啊，这个3D 立体的这样，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造型，如果没有鼻子很难看的，偏偏是，所以至少是摆好看的。那我太太就不生气了，她说你去处理，我来处理，我就把那些没有烧焦的牛小排挑出来，放在盘子上，保鲜膜一包，送到会场去了。那么开饭的时候呢，我就跟会众介绍说，我今天要招待各位的是炭烧牛小排。结果呢，这个保鲜膜一打开啊。大家以为怎么真的有炭烧的味道？结果一扫而光啊！后来一位先生就把我拉到一边去，他说：“李长安，请问你们这个炭烧牛小排是怎么烧的？”我说：“这是祖传秘方。”所以其实那时候因为我已经改变了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是。我太太说我鼻子是干什么用？我不觉得她在挑剔我。那我觉得我很能够接纳我自己的好像比较短处这一方面的。是。但是也把它可以说转到这个正面的方式来看待。是。所以呢，就不会因为这样2个人意见不同，结果打破锅子，结果这个牛小排就不见了。所以这个是让我惊艳到说，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可以带来夫妻之间的和谐合一，而不会产生冲突。是。我想这个很重要哈，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不小心就被人家贴标签哈，可能我一次的考试考不好哈，就很容易人家可能说你几句啊，那他拱了，你是什么都不行，你是这个低 IQ 的哈，还是你是有问题哈，就很容易就是有一些错误的依据哈，就说可能有一些事情就让我们进一步就相信哈，有一个迷思来相信说我们真的这个人是真的是一个不好的或一个低落的一个自我形象哈。这样子，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谈一下这方面的事情？OK， 其实我想先接着刚才常安讲那个故事，还有一点点后续报道，然后我们再进入王老师刚刚提的这个，就是其实那一次常安说炭烧牛小排，那大家都笑嘛。其实我们家的人笑的
最那个要想笑又不敢笑，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原来是可以吵翻天的一件事，结果爸爸竟然这么样的幽默。而且过几天呢，我在家里烧绿豆汤，结果又烧焦了，不好意思。然后儿子回来。他觉得烧焦了还是可以吃，结果他爸爸回家的时候就问他说：“小七你在吃什么？”他说：“我在喝炭烧绿豆汤。”所以我就发现说，这种可以自我解嘲的这种幽默感，对于婚姻，对于所有的人际关系，其实是非常有助益的。可是如果我们是很敏感，很容易受伤，我儿子一说什么炭烧绿豆汤，我就生气。你看，因为他们又在挑剔我。如果我的反应是这样的话，那大家相处起来就非常的累哈，非常的有压力。那所以我们也发现说，大部分的人，像常人说的，大部分的人其实我们的自我形象，因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受到的一些伤害，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别人对我们的正面的影响好像我们记得比较少，我们记得的都是比较是别人对我们负面的这样的一个评论。所以而这样的评论往往来自于2个来源，就是我们社会给我们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社会让我们感觉到一个漂亮的人他比较有价值，所以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外貌上被人品头论足，也因此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我的价值等于我的外貌。那尤其对女孩子，其实对男孩子也差不多哈。男孩子可能比较在意的是身高，这个体型有没有 muscle 这样子哈。我觉得我被矮人家一截，我只160公分。我以为你的朋友叫你李短安，是因为你个子比较短小。好，但是重点是，我们的社会真的，尤其给女人，我看我们女人压力特别大，就是你的身材像男人，这个年纪大了，他如果体重增加一点。哎呀，这叫男怎么不重则不威，对不对？可是女人可不行啊！我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给女人在外貌这方面的压力特别大，所以我们常常会按照自己的外貌来评论自己的价值。所以好像我们对自己的自我接纳，我们就觉得那我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完美美丽的外表，我才会比较快乐。但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那这里我举2个例子哈。那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美国有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老牌红星电影明星我相信黄老师，你跟我们这种年龄差不多的没有，你比我年轻很多。不过你应该知道他但是我们现在到国高中、大学就没有人认得他了哈。那但是呢，这是我们给我们年长一点的观众好，这个电影明星呢，是美国电影明星，他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曾经表示，那我要先强调，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我小的时候看她的电影，我就整个人都被震慑了哈。但是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他说：“我认为我自己的腿太短，颊太厚，面颊太厚，臂太粗，手臂太粗，长太大，还有人嫌自己手长太大的，然后呢，人太肥所以他认为自己的腿太短。”颊太厚，臂太粗，长太大，人太肥。然后有一次在电视上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又再一次的表示，其实我不喜欢我的声音，我不喜欢我的模样，我不喜欢我的动作。那我不知道黄老师，你听了这个，你能猜得出他大概是谁吗？我大概晓得。大概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讲。你知道吗？我问很多观众他们都猜对他们都说是伊丽莎白泰勒。你刚才讲的是你要勇敢的回答。自我形象的问题。OK， 但是重点是伊丽莎白泰勒，我曾经认为她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我说在我小的时候是，可是我们发现她的美貌没有带给她真实的那个自我接纳、自我肯定，她的美貌也没有带给她真实的幸福我听说最后一次的统计，她是结婚了8次是，所以美貌其实不是一个自我肯定、自我价值感的那个答案。那第2个人我要提出来的是已故的戴安娜王妃。那我想这个年轻的观众朋友你们都认识她。戴安娜王妃真的是可以被公认成为上一世纪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她活着的时候，但是在她的追思礼拜上，她的哥哥史班塞伯爵说了这么一段话，哎呀，也令我印象深刻。史班塞伯爵，这是我翻译的他说。在戴安娜的追思礼拜上面，他说，在所有的掌声与绚烂的光彩背后，戴安娜其实心里仍然缺乏安全感。她虽然善良的努力帮助他人，但是内心却极其渴望
因此得到外界的肯定。而他的贪食症就是这个内在需要的一个病症。我们发现戴安娜王妃她的美貌是绝对被肯定的，可是她自己却没有因为自己的美貌而肯定自己的价值。所以如果你认为你要更漂亮一点，你才可以接纳你自己的话，那恐怕我要说，有一天当我们得到了那个最完美的身材、最完美的脸蛋之后，你发现你仍然很没有安全感。因为心理学家发现，其实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就是一个人他真实的价值与他的外表是完全无关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错误的价值观。这为什么我想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这个整形哈？为什么这么流行？就是他想说想办法去改变它哈，好像但是永远改不完的哈。这边这个角度不对，那个角度不对哈，这永远都是改不完的哈。那如果这样子用外貌来做自我的一个价值、一个估价是错误的哈，那什么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依据呢？我刚才另外一个错误的依据是建立在成就上面，表现上面。所以除了外貌之外，另外一个这是一般人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其实刚才伊丽莎白泰勒还有这个戴安娜王妃，他们不只是在美貌上面这个高人一等，就是在他们的成就上面，我相信也不是一个小的成就，一个在政治地位上面的。也贵为一国的王妃，另外一个是在演艺界上面的这个泰斗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们的成就也不能说是没有，但是这个成就呢，对他们来讲也不是好像让他们很满足或者能够欣赏自己，并没有给他们这方面的好处。我有一位我认识一位这个业务员啊，他在这个每月的收入里面可以达到30万。但是他的人生很不快乐。另外有个教授曾经说，他求学过程一路是一帆风顺的，都是有名的学校，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然后出国在国外读的也是一流的名校，然后后来回国当教授，但是他当了教授又怎么样？他就对他人生来讲，他也没有得到什么满意，也不满足，他还是对人生没有安全感。所以可见呢，很多人追求的美貌成就，并不是我们自己肯定的一个来源，或者一个依靠，这种是错误的。很多时候你到一个地步反而更失望，因为你看到别人比你更高的，或者比你更美的，所以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这些不管是说成就也好，用外貌来看的话，都是一个错误的依据哈。那我们的问题仍旧是，那什么是正确的呢？什么才是一个正确的依据？什么一个正确的？怎么建立一个良好的这种自我形象？我刚才稍微提到，我在大学2年级是一个关键，是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从那一个刹那开始呢，我就得到一个很正确的明路了，我知道我的价值在哪里。对，行路不是明路。那么在诗篇139篇那里讲到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我被创造是奇妙可畏的。上帝创造了我，是好的，是有价值的，并且呢，上帝也这样的爱我、接纳我，完全的接纳我，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哪怕世人对我有很多的这个绰号啦、挑剔啦这些的，但这些呢，不是绝对的。那有一个绝对的肯定是我从上帝那来的，因为他是你的创造者，他是我的创造者。所以呢，也用这样的原因，我也改变我对我的看法。记得我还在单身啊，还没认识冯志勉以前，那么一位女同事呢，她看到我跟我说：“嘿，李长安，那你怎么那么黑啊？”我心里想，你不喜欢我就好，你不要说我黑了，对不对？可是呢，我那时候因为我认识耶稣，我能够接受我自己。那么我也读过圣经了，所以当他这个问的时候，我就笑笑跟他讲，我说。在所罗门的歌中之歌的雅歌那卷书里面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的。太阳把晒黑就先看我了，我就把这段圣经读给他听的，那当然笑一笑就走了。我们没有冲突，那我也是很快乐的回答这个问题。我知道我虽然皮肤黑，我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的心不黑啊，我的心已经改变了。我在神面前是独特，是有价值的，是被爱的。这个爱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我的长相所以上帝爱我，不是因为我表现好所以上帝爱我。是因为我是神所创造，所以他就是爱我。那么这个爱呢，就表现在耶稣基督为我舍命这个上面，表现出上帝对我们无条件的爱。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哈。对，到大二了哈，上次一直有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突然可以一个正面的一个转变。对，所以从那个刹那起开始，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是一个价值的人，那我是一个被爱的人。所以这个就影响我开始对自己的关系，这个爱接纳自己，有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
以后我跟我太太结婚，现在跟我的孩子的关系，我们都是有很好的互动。是这个我的孩子不怕我，我也不怕他们，我们可以彼此有很好的互动，就彼此没有威胁，没有那种伤害。没有那种没有安全感的存在，对，所以是那个气氛是和谐合一的，重要。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根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基础。是从信仰，从那个信仰的一个角度来认知对我一个自我的一个认知哈。其实我在这里我也补充一下哈，就是因为长安从上帝这里得到的这个健全、健康、平衡的、稳固的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他确认他自己的价值。是，所以在婚姻里面啊，真的我们生活是觉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自在。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容易受伤的人啊，他不是一个会受太太威胁的人，所以我可以发展我自己的一些我们说潜能也好啊，去抓住一些机会来服侍神也好，他不会受威胁。是啊，那我就记得。他常讲一个笑话，我每次听了都觉得好可爱。因为我在美国长大，所以我英文当然是比较好。那他在台湾长大，那他当然台语很好。那我不会台语，那他英文其实比我的台语好多了。所以他有时候在台上跟观众朋友就说：“我太太英文很好，可是我台语很好。”所以我们各有各的长处。我就发现他是一个不容易受别人威胁的人。那这个在婚姻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他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就他就不容易受伤，那他也会尊重我，那当然我也有安全感，所以我也尊重他，我也不会取笑他的英文，我也不会挑剔他。所以我太太她也常常会问我说：“我这么出名，你会不会受威胁？”因为他是很受欢迎的讲员他们都是大场面的，那我他们都是小场面的，所以呢，他就问我会不会受威胁，我说不会啊，你出名我有名啊。那你说为什么会出名呢？是因为有我，所以你出名。没错，因为我支持他，我不会扯他后腿。对，所以其实就是这种合一、夫妻一体的。那婚姻一定要进入这种关系里面，那才是和谐的。哇，您刚才形容到说，在婚姻里面可以活得很自在哈，真的是很美哈，真的是非常的好哈。那我们想说，那一个人他觉得说我就是真正就是自我形象就是很差的，而且已经很低落了哈，到底要怎么办哈，才能帮助我重新建造，或是来提升我的自我形象呢？是，我想当然一方面就是像刚刚常言说的，我们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需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我是无价的，我是上帝眼中的宝贝，但是我并不完美，你知道吗？这个观念很重要，不是说我是那个无价之宝，所以那我也不需要怎么样努力进步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神眼中的无价之宝，但是在同时，我也是不完美的，我是可以成长的，我是需要进步的，我是需要鞭策自己，然后更活出基督在我里面的生命。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的建议也是给我自己第一个就是我需要清楚的认识我自己，然后呢，我要给自己设立目标，然后拟定一个改进自己让自己能够成长的一个计划。那我就用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的小儿子，他很多人都认识他，我们的小琪，那个宝贝小琪，他在小的时候呢，我们说他是走路自己会把自己绊倒的孩子，所以你一听你就知道他的这个感觉统合好像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好，发展的那么好，所以当然他最差的就是体能这方面的发展。那他到5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从学校回来，然后他就非常兴奋的，我们家那时候有个客人，有一个阿姨在场，他就很兴奋的跟我们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哦，今天我们全校接力赛跑比赛，我们班得全校第1名哦。”这个阿姨一听就说很自然的，她就问说：“小琪，那你是跑第几棒的啊？因为想全校接力赛跑，你们班第1，你那么兴奋，你一定有参与。你是考第几棒的？跑第几棒？”然后我的儿子就说：“阿姨，我没有资格参加比赛，我是啦啦队的。”这个阿姨听了以后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就问我的儿子说：“小琪，对不起阿姨刚才这样子问呢，会不会让你难过？”这个时候我的儿子愣了一下，他就走到我身边，偷偷的问我说：“妈咪，我应该难过吗？”意思就是他一点都不难过，怎么办？难道我现在应该很难过吗？他就问我，我说 no， 我说你不需要难过，但是你告诉阿姨，你为什么不难过？我的儿子就转过脸来，非常开心的跟这个阿姨说：“阿姨，我跑步不仅是全班最后1名，我还是候补最后1名，哈哈哈！”他也那么羞耻，但是他又接着说，他说：“可是。”演讲比赛我是全校第1，说相声比赛我是全台北第4名哦。哇，这个时候阿姨就跟我说，这位姐妹她就说：“冯姐，
你的儿子好健康哦。我说是，我的儿子是很健康。你知道他健康在哪里？他健康在于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缺点，但是在同时他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他不但了解自己的缺点，但是他更明白他的长处在哪里，他更知道他的潜能要在哪一方面去发挥。所以从小我们鼓励他往他的长处去发展，以至于这是他的语文能力。所以他现在大学他读的就是英美语文学系，他在这方面，在文学这方面他是发展的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因为自己的一些缺陷或者一些短处我们自卑，而是说我们要找到我们自己最高潜能那个地方，最擅长的部分，让我们去发挥。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人际关系，可能是领导能力，可能是体育，可能是家事，你知道吗？做理家，可能是我不知道，你有音乐、绘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潜能，认识自己，然后给自己定目标来发展自己。非常好。我们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好不好？给我们观众朋友一些的结语。好的，建立良好的自我形象，比找结婚的对象要重要的多了。OK， 哇，这个黄老师每次都考我。好我给观众的鼓励就是，如果你有了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我想不只是在你的婚姻里面你会愉快，就算你在单身，在你的工作上面，你的人际关系，你跟父母亲的相处，如果你有一个健康平衡的自我形象，不管有没有结婚，你都会是一个自己很快乐，然后也会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非常谢谢你们今天2位的分享，谢谢，非常的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节目的现场。欢迎回到家庭会客室。我们这一系列要谈的就是婚前的导航，让我们要准备进入婚姻的时候，让我们这个人先准备好，成为一个健康健全的人，才能进入婚姻。那上帝创造我们这个人真的是很独特、很特别，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像我们这样的人。所以先能够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真的是最重要。那我们从小到大，其实外人给我们的评价，真的是完全影响到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而且是一辈子非常深远。我们通常讲到说预备婚姻，我们常常想的是说怎么样预备对方，但是很少想到说预备自己。如果真的要一个好的一个婚姻的话，觉得说自己扮演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对自己的一个认识，知道说你自我的形象、你自我的评价，你能不能自我接纳是很重要的。像今天节目里面呢，不管是李哥、冯姐所讲的，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可能因为一个长辈或者是我们的亲人对我们所说的一句话，你看李哥1年级，人家对他所讲的一句话，老师对他所说的一句话，他可能是一辈子都忘记不了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随便讲一句话哈，我们可能非常不经意的随便丢一句话给人家，但是那一句话呢，会对一个人影响是一辈子的，而且这些事情呢，可能都是很难忘记的。像冯姐也是国一，人家跟她讲可以影响个10几年的。对，像冯姐、李哥他们分享，那我自己也有一个，就是我记得那时候还是幼稚园的时候，然后因为长辈他们彼此之间的有一些仇恨的情仇，所以他就很生气的对我讲一句话，说我长得像丑小鸭。所以那时候很小，但是我觉得我这么丑吗？长得像丑小鸭。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会觉得，因为一个女孩子会觉得自己的外表很重要，但是一个长辈突然跟你说你长得像丑小鸭，但是他可能是带着他的情绪，或是带着整个家族的这种就是比较主观的那种话来跟你讲，那对你的影响真的是一辈子。是，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要来看说哈，一个负面的一句话呢，一些负面的一些的评价呢，可能对你有很长远的一个影响，但是一个正面的评价呢，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非常的深远的。刚才我们的冯姐呢跟李哥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偷偷在做一点自我的评价，检视一下说我的自我形象是怎么样。其实当我在回想的时候，我发现说很多的事情，不管是从我父母来的，或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认识，其实都是非常的正面的。你不要说提几个，其实我能提出好几个。我认为说一些的优点是什么，个人的优点是什么，我父亲母亲对我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评价是什么，这就是跟说父母对你的一个观念，对你的一个看法，影响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说，你自己的一个观念呢，会影响说你在婚姻里面对待另外一半
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哈。如果一个人他自己是自我评价是非常低的，他的自我形象不是很好的，他就会常常是不安的。不安的有一种就是说他自己常常是对自己是封闭的，没有信心的，或者是他常常会去攻击对方，把他自己的不安投射在别人的身上，常常的批评，因为他不满意自己，所以他不会满意任何一个他所看到的一件事情。所以认识了解自己的一个情况，正面来面对，而且了解说认识自己呢，其实是要预备婚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对，在这边，如果您是父母的，我们真的是鼓励您小心你的言语，言语会带来祝福，也会带来伤害。但是如果你是要结婚的新人，请你就是先检视你自己，先建立你好的自我形象。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要跟您说再见了。如果你有任何事情，请传真、写信、打电话给我们，愿上帝赐福给您。愿上帝赐福您。